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Canva， 而今日我會介紹嘅就係免費版本所包含嘅功能。註冊或者登入之後，會嚟到首頁頁面，會睇到你的設計範本 Canva AI。下面幾個彩色圖像就係根據分類幫你設定好合適尺寸嘅畫布。譬如話，我唔用範本開始我嘅創作，直接按自己需要去揀一個空白範本開始創作就可以。可以按左上角建立，或者根據需要揀下面嘅分類，都可以快速建立設計。不過我比較會推薦同學用範本嚟建立一個新嘅設計，因為咁樣可以節省唔少時間。撳一下範本，喺探索範本入面有唔同類型嘅範本俾你揀，涵蓋嘅主題都好廣泛，無論係做簡報、海報定履歷表都好方便。搜尋欄下面嗰條紫色欄位預設咗一啲主題同分類，我今次就先唔做任何嘅選擇，我會直接輸入文字作為示範。輸入嘅字眼無論係中文定英文都可以，但就我個人而言，覺得用英文搜尋詞可以更準確地揾到中意嘅範本，所以我就用 Mathematics 做今次嘅搜尋詞。一堆顏色豐富嘅匯報用範本就會顯示喺頁面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去揀。喺類別度，你可以揀你想要嘅範本類型，我揀一般同學最常用嘅簡報。下面就會自動產生更加精準、更加符合你要求嘅設計。你隨意將鼠標放喺個範本上面，就可以睇到範本裡面唔同嘅頁面。開始進行設計，大家會見到所有頁面都顯示喺下面，隨時都可以切換到其他頁面。你仲可以撳一下頁面與頁面之間嘅按鈕，去添加中意嘅轉場效果。將鼠標放喺上面就可以預覽過場效果，仲可以喺下面調節時長，效果嘅方向都可以進行改動。撳一下文字就可以喺文字框入面更改文字。喺上方嘅工具欄可以更改文字大小、顏色、格式、間距、透明度、效果、動畫，以及更改圖層位置。一般操作同我哋用開嘅 PowerPoint 冇乜太大分別。如果我而家加入一個圖貼，你可以見到呢一個圖貼遮住咗左邊嘅書本圖貼，而我唔想佢遮住本書嘅話，可以點做呢？撳上面工具欄嘅位置。你可以喺彈出嘅視窗入面撳向後或者朝後，或者你直接撳圖層，然後將圖層拉去適當位置去調整一下。不過喺我哋平時嘅操作上，想移動某個文字框或者某個圖案嘅時候，總會唔小心喺拖拉嗰陣拉錯咗其他圖層嘅嘢。假設我而家幫呢段文字加入一個藍色長方形，調整完位置之後，唔想佢被移動嘅話，亦都可以重新撳位置入面嘅圖層，然後撳右上角嘅3個點，再按鎖定。或者可以直接撳呢個長方形上面嘅鎖頭圖案去鎖定。鎖定之後，你會見到長方形已經唔會俾我拖動到。跟住同大家介紹下左邊工具欄嘅功能。你喺度可以揾到更多相關嘅設計，如果突然改變心意，想用其他範本設計，可以喺度更換。撳版面配置 ，Canva 會基於你目前編輯緊嘅頁面，為你生成一啲版面設計。樣式會有啲由 Canva 建議嘅配色同字形嘅組合。如果同學真係唔識點樣配搭，我相信呢個功能可以幫到大家。喺元素入面可以選擇以下嘅類別，大家常用嘅圖表都可以喺呢度揾到，仲可以直接用上面嘅搜尋欄輸入字眼，揾出符合主題同需要嘅圖像以及貼圖。左邊工具欄嘅文字入面，大家可以喺度添加文字方塊，往下滑就會見到有更多唔同類型嘅字形配搭，中意嘅話都可以自由使用。你可以上載自己想加入嘅圖片以便使用。當然，影片同音訊你都可以自由上載。工具方面可以進行簡單嘅繪圖、添加形狀、線條、便利貼、文字以及表格。
喺專案入面可以揾到以往嘅所有設計，仲可以嵌入或者套用以往嘅設計。喺下面嘅應用程式，我哋可以揾到唔同嘅工具去幫助我哋完成設計。同學都可以去發掘一下好用嘅工具。以上就係今集嘅全部內容。想知更多，立即掃描熒幕上嘅 QR Code，透過 WhatsApp 同我哋嘅招生職員直接對話，幫你揾出最適合嘅遙距課程。